大家好，我係代號之神。今日我將會講 Green Bean 嘅故事。咁廢話唔多講，直接開始啦。喺 Grey Garden 嘅世界入邊，無數嘅種子都喺土壤中沉睡，等待被召喚嘅嗰一刻。據說喺地圖最深處嘅 Elder Glove 有一棵古老嘅巨樹，名為 Beanstalk Elderly。呢棵巨樹唔單止係生命嘅源頭，更係自然意志嘅化身，守護住每一片葉子嘅成長。然而，巨樹嘅力量並非永久，佢需要有位守護者傳達佢嘅意志，保護呢片土地，避免受到混亂。數百年前，當 Elder Glove 仲係一片荒茫嘅時候，有顆唔起眼嘅綠色種子從 Beanstalk Elder 嘅枝頭落下。呢顆種子同其他唔一樣，佢含住巨樹最好嘅精華，卻因為太過細，被風吹到地圖嘅邊緣嘅荒涼之地。數世紀過去，種子喺冇人問津嘅土壤中默默咁吸收星光與雨水，緩慢咁生長，終於喺某個滿月之夜破土而出，化為一個全身綠色的生靈 Green Bean。Green Bean 嘅外觀奇特，佢嘅皮膚就係綠色，頭頂仲要長住一個好巨大嘅葉子，好似 Beanstalk Elderly 嘅影子。佢雙眼仲會閃住星光嘅微芒，彷彿好似看到土壤入邊深處嘅秘密。然而 Green Bean 並非一個普通嘅植物化身，佢係巨樹選中嘅使者。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使命，召喚沉睡嘅種子，抵抗即將來嘅威脅。咁到底係咩威脅呢？咁我哋就睇下次條片啦。好，我係代號之神，拜拜。